腦機界面點樣可以改變我哋人類嘅智慧同壽命呢？試下諗下，如果你個腦可以直接駁上電腦系統，你嘅記憶力會倍增提升，學嘢只要幾秒就搞掂。腦機界面唔單止會開創智慧新高峰，仲有機會改寫人類能力嘅極限。呢個係未來？唔係，佢而家已經漸漸變成現實啦。腦機界面唔單止提升智力，仲可以令健康管理變得更進一步。佢哋有機會幫我哋早啲發現疾病，修補神經損傷，甚至老咗之後都仲可以保持大腦高效運作。長壽唔再係夢，而係一個越嚟越實在嘅未來。不過呢項技術唔係淨係得好處，我哋仲要面對私隱、倫理同數據安全方面嘅挑戰。腦機界面點樣先可以喺唔犧牲人性之下，又提升智能同生活質素呢？呢個問題真係好值得我哋認真諗一諗。未來進化得越嚟越快，腦機接口嘅潛力將會顛覆我哋對智慧同生命嘅理解。而家就行動起嚟，一齊參與呢場科技同人類之間嘅對話，攜手創造一個更智能、更健康嘅未來。